所谓游地狱，就是道家的另外一种通灵法事，通过师父吹咒下符，把信众由阳间带到阴间地府去找逝世的亲人。听来真的有点匪夷所思。为了证实是否真有其事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游地狱。首先，师父用黄布为信众蒙起双眼，绑了双眼之后呢，你们要尽量的放松。每一个人都是要放松的坐在那里，不需要刻意的去想一些事情，或是刻意的去做某样事情。那等一下呢，要留意我们法师会念出带你们去那个地方的咒语。等一下你们每一个人发现到自己有点怪异感觉的时候，不要怕啊，我会在你们旁边做一些必须保护和带引，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的。那假如能够带你们到的那个地方，我们也会平平安安的把你们带回来，不要担心，尽量的放松自己啊。然后将符咒烧掉，桃花紅，竹葉青，帶我弟子下陰城。師父開始念念有詞。你愛去，盡管去到閻王講兩句。陽間有事你愛講，陰間有事講分明。和母娘娘、佛母娘娘，帶我弟子上天堂，上天堂打天門，下地獄打賊門。竹葉造船你愛過，燈芯造橋你愛來。門神護衛莫阻隔，河百水觀莫阻擋。燈芯造橋你愛來，門神護衛莫阻隔，河百水觀莫阻擋。有冇睇到嘢咧？好遠嗰度，好似有少少光咁咯。好，你一路慢慢沿住嗰啲光一路向前走，唔好向左右走，慢慢慢慢。而家又睇到咩咧？隔離兩邊好多人啊！你唔好理嗰啲人，你就只有自己同自己一路向前走。佢哋係咁入我喎。你亦都唔需要理佢哋，你總之向前邊行。咁仲有冇見到啲咩嘢咧？前面好似有個山洞啊。喺左手邊咧，右手邊啊？喺左手邊。咁你向嗰個山洞嗰度行過去啊？裏面好多花啊！嗱，你唔好摘嗰啲花啊，千祈唔好摘嗰啲花，咁你就照住嗰度一路行過去啦。好靚啊！唔好摘佢，淨係睇到個靚好啦嚇，咁一路跟住向前邊行，仲見到啲咩咧？好似我嫲嫲喺度摘緊啲花喎。咁你唔好帶佢噃，你淨係行過自己望下。佢見到我啦。你唔使理佢，亦都唔好同佢笑。你只係一路向前行。但係佢入我過去喎。唔好過去。好啦，你而家行翻轉身啦。你跟住我一路行翻轉頭。我帶你翻出嚟啊！放陽人找陰人，求變異變轉回城。你若見花不要採，見水不要看，速速回陽莫遲延。好啦，而家你行翻出嚟咯噃，你唔使擔心啊！我帶翻你翻過嚟㗎啦。舒服啲嘛？冇嘢啦，係嘛？好，繼續下一個。桃花紅，竹葉青，帶我弟子下陰城，去陰城擴詳細，你愛去，盡管去到閻王講兩句，陽間有事你愛講，陰間有事講。在整个游地狱过程中，我并没有任何感觉、奇遇，
不过我的同事阿妹就声泪俱下，因为她下到地府见到她死去的祖母。我好掛住我媽媽。選擇善人，少不能復生。只可從點解唔俾我見佢啫？佢嗌緊我㗎。到底他真的见到他的祖母，或是幻觉呢？想知道真相的话，我建议大家不妨亲自下去走一趟。